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每年有近37亿人感染寄生虫，这意味着几乎地球上一半的人口体内都悄悄潜伏着这些会窃取营养、损害器官并削弱免疫系统的生物。而接下来这件事可能会让您感到震惊：60岁以上的长辈风险最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免疫系统自然会衰退，胃酸浓度降低，加上许多常见药物会削弱身体的防御能力，这使得寄生虫更容易入侵并潜伏在体内。寄生虫不仅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研究显示，在已开发国家中，高达13%的长辈体内携带肠道寄生虫而不自知。最令人不安的是它们有多么隐形。寄生虫可以在体内存活数年，在您睡觉时吸取您的养分，并躲藏在模糊的症状背后。您的医师可能永远不会将这些症状与真正的病因联系起来。长辈们常以为身体虚弱、胃部绞痛或记忆力减退只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但事实是寄生虫症在夺走他们的营养和生活品质。在今天的内容中，我们将揭晓8种最强大的食物和草药，长辈们只需连续食用3个晚上，就能帮助身体自然排出寄生虫。每一种都经过科学证实，并在传统医学中使用了数世纪，证明能有效对抗那些您可能根本没意识到的入侵者。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清单上的第3项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那是一种您厨房里可能已经有的简单食物，研究人员发现它能有效麻痹并驱逐寄生虫，其效果甚至让科学家们都感到震惊。您绝对不想错过。所有参考资料连结都放在下方的说明栏中。但在我们开始之前，想请问您今年贵庚？您是否曾经怀疑过您长期的疲劳或肠胃问题其实是体内某种生物在作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想法，我们会阅读并回复每一则留言。现在不再耽搁，让我们开始吧。第8名，南瓜子温和的寄生，从清道夫。南瓜子看起来只是一种简单的零食，但在它小小的种子里却蕴藏着大自然最强大的抗寄生虫力量之一。它们的秘密武器是一种叫做葫芦素 cucurbitacin 的化合物，这对蠕虫和其他肠道寄生虫有着独特的效果。葫芦素并不会直接杀死寄生虫，而是会将它们麻痹，使它们无法紧紧吸附在您的肠壁上。一旦失去抓附力，身体就可以透过消化过程自然地将它们排出体外。2016年发表在国际分子科学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南瓜子萃取物能使实验动物体内的寄生虫数量减少，高达89%。这种效果强大到足以媲美处方药物。对于长辈来说，这种温和但有效的方法非常重要。强效的驱虫药物通常伴随着恶心或头晕等副作用，这对60岁以上的人来说特别难受。相对地，南瓜子适合每天食用，安全无虞。此外，它们还提供额外的营养，如锌、镁和 Omega-3 脂肪酸，能增强免疫系统。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寄生虫喜欢在身体防御力低下时大量繁殖，窃取营养，并留下虚弱和疲劳感。住在屏东，70岁的退休渔夫陈伯伯饭后经常感到腹胀和疲惫。他的女儿建议他在晚上的日常饮食中加入烤南瓜子。到了第3个晚上，他感觉胃部轻松多了。1周内，他发现体力变好，绞痛也减少了。直到症状开始消退，他才意识到原来寄生虫
可能一直在偷走他的体力。南瓜子还能促进消化蠕动，长辈们常受便秘所苦，这会给寄生虫更多躲藏和繁殖的时间。透过改善排便规律，南瓜子能让肠道环境变得不利于入侵者生存。最棒的是，每天只需一把就能开始改变体内平衡，让您的身体对寄生虫不再友善，转而支持您自身的健康。虽然它们体积小，但只需几个晚上，南瓜子就能启动进化过程。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清单上的下一项食品不仅能麻痹寄生虫，还能彻底改变您的肠道环境，让寄生虫几乎无法生存。在我们继续之前，请按赞并立即订阅，不要错过接下来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健康秘诀。第7名，木瓜子，隐藏在眼前的寄生虫克星。大多数人吃木瓜是为了享用它甜美的果肉，然后把种子丢掉。但许多长辈不知道的是，在对抗寄生虫方面，这些种子才是真正的宝藏。木瓜子富含番木瓜碱 capain， 这是一种具有强效抗寄生虫特性的生物碱，它使剂上会破坏肠道蠕虫的外皮，使它们变得虚弱且易受攻击。2007年发表在药用食品杂志 Journal of Medicinal Food 上的一项指标性临床试验，让60名患有肠道寄生虫的儿童服用木瓜子萃取物，结果令人震惊，在短短7天内有76%的儿童体内寄生虫被完全清除，而对照组只有16%。这种成功率在天然疗法中是罕见的。对于长辈而言，木瓜子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优势，因为它们不仅直接攻击寄生虫，还有助于恢复肠道平衡。它们含有木瓜酵素 papain 和蛋白质分解化合物，能分解肠道中的蛋白质废物，这很重要，因为寄生虫喜欢躲藏在未消化的食物和黏液中。透过清理环境，木瓜子让寄生虫难以定居，也让身体更容易将其排除。住在宜兰，72岁的王阿嬷经常抱怨持续性的胀气和无法预测的胃绞痛。她的孙子鼓励她将木瓜子磨碎，加入早晨的果昔中。仅仅几个晚上后，她就发现胀气减少，消化也变好了。1周内，他说感觉身体变轻盈了，彷佛有什么东西终于离开了他的身体。木瓜子之所以特别强大，在于它的多功能性，它们可以生吃、晒乾或磨成粉末，即使是少量也能发挥强大作用。研究还表明，它们可能有助于保护肝脏，而肝脏正是寄生虫在吸食血液和营养时经常损害的器官。这意味着使用木瓜子的长辈不仅是在驱逐入侵者，还是在保护身体最重要的过滤器之一。木瓜子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们一直隐藏在我们眼皮底下，是最有效的天然寄生虫杀手之一。虽然它们直接针对寄生虫，但清单上的下一种食物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让肠道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让寄生虫难以生存。第6名，大蒜寄生虫的头号公敌。大蒜不仅仅是厨房里的香料，它是人类研究史上最强大的天然寄生虫杀手之一。当大蒜被压碎时释放出的活性化合物大蒜素 allicin 已被证实能透过破坏寄生虫的细胞膜并干扰其新陈代谢来消灭它们。在2015年发表于寄生虫学研究 Parasitology Research 期刊的1项研究中，大蒜萃取物在短短48小时内就将寄生虫的活动力降低了90%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将大蒜作为食物和药物，用来抵御
那些肉眼可见或微观的入侵者。对于长辈来说，大蒜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寄生虫在免疫系统较弱的体内更猖獗，但大蒜能增强白血球的活性，使身体更有效地侦测并杀死隐藏的入侵者。它还能帮助净化血液，这至关重要，因为许多寄生虫直接以血液和营养喂食，这使得大蒜成为2合1的武器。它既直接伤害寄生虫，同时又增强宿主的体质。74岁的退休裁缝施张伯伯经常在半夜因胃痛和莫名的瘙痒醒来。他的女儿建议他在晚餐中加入新鲜大蒜。3个晚上内，不适感开始缓解。1周内，他的睡眠品质改善了。他承认，感觉就像体内的某个东西放弃了抵抗。科学证实了原因，大蒜素不只能杀死寄生虫，还能让肠道变成它们难以藏身的地方。寄生虫依赖肠道细菌的微妙平衡来生存，而大蒜将这种平衡转向有利于益生菌，从而切断寄生虫所需的生存环境。虽然市面上有补充剂，但新鲜生大蒜的效果最强，特别是压碎或切碎后食用。不过要注意，大蒜药性强，过量可能会稀释血液。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长辈需要特别留意，但在适量的情况下，它是对抗寄生虫在最快速的天然疗法之一。大蒜赢得了寄生虫头号公敌的美誉，虽然它直接灼烧入侵者，但下一种食物的作用方式不同，它像一股天然的清洁潮汐，透过冲刷整个消化系统，将它们扫地出门。第5名，丁香寄生虫卵的毁灭者。丁香虽然微小，但它们拥有对抗寄生虫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丁香酚 Eugenol。这是一种具有强效抗菌和抗寄生虫作用的天然化合物。丁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不只攻击成年的寄生虫，还锁定虫卵。这非常关键，因为许多寄生虫治疗失败的原因，就是虫卵存活下来，并在稍后孵化，重新启动整个感染循环。2012年发表在亚太热带生物医学杂志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Tropical Biomedicine 的一项研究发现，丁香萃取物杀死寄生虫卵和幼虫的有效率超过80%，这是极少数天然疗法能做到的。对于长辈而言，这一点更为重要。随着年龄增长，免疫系统变慢，身体很难阻止寄生虫繁殖。丁香在防御力减弱时介入，在循环继续之前将其阻断。它们还能改善消化，刺激消化酶的产生，并减少胀气。这些都是长辈常误以为只是老化现象的症状。69岁的退休教师李阿姨之前抱怨持续胀气且嘴里有奇怪的金属味，邻居建议她睡前喝丁香茶。3个晚上后，她发现胀气缓解了。1周内，她感到身体变轻盈且更有活力。她告诉女儿，感觉体内有东西停止生长了。科学证据很明确，寄生虫不仅靠窃取营养生存，还靠着无限繁殖壮大。透过杀死虫卵，丁香有助于斩断这条锁链，给身体恢复的机会。它们还具有抗氧化特性，保护细胞免受寄生虫入侵组织和器官时造成的氧化压力伤害。由于丁香具有强大的抗真菌和抗菌特性，它们能恢复肠道平衡，让寄生虫更难立足。丁香可以用来泡茶，磨成粉末或加入餐点中，即使是少量也有强大的效果。虽然丁香专注于破坏虫卵，但下一种成分作用于更深层次，净化寄生虫依赖生存的血液。第4名，生姜寄生虫无法存活的血液净化剂。生姜以舒缓恶心和帮助消化闻名，但很少人知道它也是抗寄生虫的强者。
生姜中的关键化合物姜辣素 （gingerol） 已被证明能干扰寄生虫的新陈代谢并削弱其保护膜。2011年发表在《寄生虫学研究》（Parasitology Research） 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生姜萃取物显著减少了受感染动物体内的寄生虫数量，显示它既可作为预防剂，也可作为治疗剂。生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净化血液，同时促进循环。这两件事都是寄生虫所讨厌的，这对长辈影响深远。寄生虫通常会扩散到肠道以外，吸食血液中的营养，甚至损害肝脏和心脏等器官。生姜不仅让血液环境对这些入侵者变得不友善，还透过增强白血球活性来强化免疫系统。这给了身体一个反击的机会，去猎杀躲藏在各处的寄生虫。73岁的退休木工吴伯伯，过去常抱怨饭后头晕和虚弱，他的太太开始每晚为他准备温热的姜茶。仅仅几个晚上，他就发现消化变好了，胀气减少，体力也稳定提升。他形容这个觉象是：我的身体终于由内而外地清理干净了。科学支持他的经验，生姜不只是削弱寄生虫，它创造了一股清洁的浪潮。它能增加胃酸分泌，在寄生虫到达肠道前就将其杀死，并刺激胆汁流动，冲刷出已经在体内的寄生虫。它还能减少发炎，修复寄生从经常破坏的肠道内壁。对于消化迟缓的长辈来说，这种双重作用使生姜成胃强大的盟友。最棒的是，生姜很容易使用，无论是新鲜的、粉末状的，还是泡茶皆可。即使是每天少量摄取，也能开始改变体内的平衡，将身体从寄生虫的友善宿主转变为它们无法生存的环境。虽然生姜能净化血液并强化肠道，但下一种成分更进一步，它不仅清洁，还用强效的油脂将寄生虫烧出去。科学家形容它对入侵者有毒，但对人类却具疗愈效果。第3名，印度苦楝叶 （Neem leaves） 寄生虫的燃烧者。印度苦楝叶 （Neem leaves） 又称印度紫丁香，在阿育吠陀和传统亚洲医学中已被使用已久，因其惊人的疗愈特性而被称为村里的天然药方。说到对抗寄生虫，印度苦楝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天然清洁剂之一。苦楝中的化合物印链素 azadirachtin、宁波苦楝素 nimbolai 和格杜宁 gedunin 不只是减缓寄生虫的速度，它们会在多条战线上攻击寄生虫，干扰生长，停止繁殖，并直接破坏它们的保护壳。2014年发表在《寄生虫病杂志》（Journal of Parasitic Diseases） 的一项研究发现，苦楝萃取物在几天内就将寄生虫活动减少了75%以上，为苦楝赢得了天然驱虫剂的美誉。对于长辈来说，苦楝的强度至关重要。寄生虫不只窃取营养，它们在虚弱的免疫系统中会迅速繁殖，这可能演变成慢性感染，导致贫血、疲劳和消化问题。苦楝停止寄生虫繁殖的能力，意味着它能在循环压垮身体之前将其阻断，它还能增强肝脏功能。这在寄生虫将毒素排入血液时常会受到损害。70岁的退休护理师蔡阿姨饱受不明原因的皮疹和盗汗之苦，医师将其归咎于更年期和压力，但一位朋友建议使用印度苦楝。1周内，她的皮肤开始好转，盗汗缓解，感觉体力恢复了。后来她才得知自己一直携带逐名为潜伏性的寄生虫感染，而医师从未检测出来。
印度苦练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只针对寄生虫，它的抗氧化剂能减少发炎，修复受损的肠道内壁，并增强免疫力，创造一个寄生虫无法繁衍的环境。苦练、油液、紫河茶都是有效的形式，但由于其效力很高，必须小心使用。对于长辈来说，仅需几个晚上的控制剂量就能产生显著差异。它一次性的清除入侵者，增强免疫力，并为系统排毒。尽管印度苦练效力强大，但清单上的下一种成分更为非凡。它不只能对抗肠道内的寄生虫，还能深入血液，将寄生虫从大多数疗法无法触及的地方驱赶出来。第二名，凤梨心寄生虫溶解剂。大多数人喜欢凤梨，是因为它甜美的黄色果肉，而把坚硬、纤维多的凤梨心丢掉。但那个心才是真正抗寄生虫力量的所在地。它含有最高浓度的凤梨酵素 bromelain， 又称凤梨蛋白酶。这是一种能分解蛋白质的消化酶。寄生虫，特别是肠道蠕虫，依赖其蛋白质保护层在人体内生存。凤梨酵素能溶解这些涂层，使寄生虫暴露在外，变得虚弱，并且无法附着在肠壁上。在2015年发表于《民族药理学杂志》（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的一项研究中，富含凤梨酵素的萃取物显著减少了实验动物的蠕虫负荷量，显示其作为天然驱虫剂的潜力。这对长辈特别重要。随着年龄增长，消化变慢，寄生虫更容易定居和繁殖。透过在饮食中加入凤梨心、凤梨酵素，不仅能削弱入侵者，还能改善整体消化，帮助营养吸收，并减少长辈肠物，以为是正常老化的胀气和绞痛。68岁的退休人士刘伯伯经常抱怨，无论吃什么，都感觉身体沉重且行动迟缓。他的孙女建议他将凤梨心打成果汁喝，而不是丢掉。3个晚上内，他报告说感觉体内变轻盈了，并注意到长期的消化不良有所缓解。好处还不止于此，凤梨酵素还具有抗发炎作用，这意味着它有助于修复寄生虫在肠道内壁留下的损伤。它能改善循环病，减少凝血，让那些以血液喂食的寄生虫更难生存。与化学治疗不同，凤梨酵素作用温和，在针对入侵者的同时支持宿主的康复。凤梨心之所以如此强大，在于它的简单。我们通常丢弃的东西，竟含有最有效的天然寄生虫疗法之一。每天几片就能扭转肠道和血液中的平衡，迫使寄生虫松开抓附并离开。尽管凤梨心令人印象深刻，但清单上的第1名成分更加令人震惊。它是一种几乎随处可见的常见食物。然而，研究显示，它能有效地麻痹寄生虫，使其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排出。第1名，艾草 Wormwood Artemisia 寄生虫麻痹者。高居榜首的是艾草，这是一种苦味草药，数世纪以来一直被用来将寄生虫赶出体外。它的力量来自于称谓、背板、贴内酯 sesquiterpene lactones 的化合物，这能透过破坏寄生虫的神经系统，使其麻痹。一旦瘫痪，它们就无法再附着在肠道上或进食，身体就能轻松地将它们冲刷出去。在2010年发表于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的一项临床试验中，艾草针对肠道寄生虫进行了测试，显示其清除率可媲美现代抗寄生虫药物。对于长辈来说，艾草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寄生虫不仅会引起消化问题，还会释放毒素进入血液，这可能导致疲劳、皮疹、贫血，甚至意识混乱。
艾草不只能削弱寄生虫，还能清除它们制造的毒素环境，这使其成为现有最完整的天然疗法之一。71岁的退休才奉师谢阿嬷与不明原因的瘙痒和体重减轻对抗了数个月，一生什么也没发现。一位邻居为他煮了艾草茶，虽然苦，但很有效。1周内，他的瘙痒缓解，体力恢复，甚至食欲也回来了。他后来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携带着肠道寄生虫，是这茶帮忙排出的。科学证实了谢阿嬷的经历，艾草含有青蒿素 Artemisinin，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化合物，甚至构成了几种抗疟疾药物的基础。这是因为寄生虫和疟疾有一个共同的弱点，艾草会扰乱它们的生命周期，阻止它们繁殖并压垮宿主。这种草药还能支持肝脏排毒，帮助身体在寄生虫消失后更快恢复。艾草通常以茶、挺剂或胶囊的形式服用，但由于其效力强大，使用时应谨慎且仅限短期使用。尽管如此，若使用得当，艾草在自然麻痹、削弱和驱逐寄生虫的能力上是无可匹敌的。以上就是8种能帮助长辈在短短几个晚上内将寄生虫排出体外的天然成分。从南瓜子和木瓜子的温和清洁，到大蒜、丁香和生姜的猛烈力量，再到印度苦楝叶、凤梨心，以及最后艾草的深层疗愈力量。每一种都以独特的方式运作，有些麻痹寄生虫，有些溶解它们的保护壳，有些则完全阻止它们繁殖。当这些方法结合使用时，它们创造了一个寄生虫无法躲藏、无法生长且无法生存的环境。事实是，许多长辈带着不明原因的疲劳、胃绞痛、胀气，甚至皮疹生活，并认为这只是老化，但通常这是体内某种生物每天在窃取营养的结果。这8种疗法表明，大自然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当药丸和无止境的检查无法解决问题时，它们或许能带来缓解。现在轮到您了，您是否尝试过这些食物或茶饮来进行排毒？或者您认为您的某些健康问题可能与隐藏的寄生虫有关？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的故事。我们会阅读所有留言并回复，因为您的经验可能会带给其他人。希望别忘了按赞、分享并订阅，因为追求60岁以后更好的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胜利。如果您有亲身经历或有其他秘诀想补充，请在留言中让我们知道。感谢您的收看。